咁啱我半世人就喺香港度過，我踢咗上半場啦，咁喺香港，咁下半場睇下會唔會喺其他地方度去進行我嘅人生嘅賽事。呢個就我嚟台灣嘅原因啊嘛，可以揀自己有意思嘅工作去做啊，我可以多啲選擇啊，咁我覺得有選擇嘅人生係表示得勝。近年有超過5萬名香港人喺台灣居留，佢哋可能係嚟讀書做嘢，亦都有人跳出香港嘅舒適圈，喺台灣追尋理想同夢想。佢哋喺台灣唔同角落寫緊一個又一個台港人故事。呢度就係士東市場嘅熟食市場啦。咁平時我哋喺度食飯嘅，有早餐啊咁樣，午餐都好多好出名嘅一啲小店喺度啊。咁我就成日都喺度買茶飲嘅，呢個手搖飲品，因為咧佢咧會有啲好特別嘅服務嘅咁樣啊。老闆娘你好，一杯白香果綠茶。先給你試一下這個甜度。好的。可以再甜一點點。係咪好少地方可以咁樣俾你試？係啊，一流嘅享受。但係呢杯嘢只係40蚊，40蚊台幣，我覺得好有人情味咯。呢啲即係一杯好唔係好貴嘅飲品，但係佢好俾心機去做嘅。謝謝啊！歷日大喜事有街市嘅係嚟咗台灣3年嘅李兆基。李 Sir 之前喺香港教咗20年書，同時亦都係一名作家，喺香港同台灣都攞過唔少獎項。今年佢以文藝中年兒台為主題，出咗第2本散文集。作者咧，其實我自細以嚟咧都想做嘅啊，因為我係好中意寫作嘅。細個最中意去嘅地方其實就係圖書館啊。咁我本身喺屯門嘅置樂嗰度大嘅，我會去置樂嘅一啲利寶商場嗰度去蒲下機鋪啦，去睇下模型啦咁樣。咁另外我會做嘅就係去圖書館度睇書啊。咁我直頭常去到咧，我會記得嗰啲書係點樣擺法，擺亂咗嘅時候，我會幫嗰啲圖書館管理員擺翻啲書。咁所以大學嘅時候我都揀入中大嘅中文系，咁啊希望第時嘅工作都可以即係唔使離開中文，可以繼續去寫作。大學畢業之後，李 Sir 做過報館、出版社，之後就成為一位中文老師，一教就20年。嗰時有機會去寫教冊，教啲老師去點樣教書。咁既然都教得人啦，好似唔係好難啫啊！咁啊，不如又試下去教人啦咁樣。因為我想教人寫新詩，我覺得係好嘢。學咗寫新詩之後咧，其實佢會可以延伸開去寫好多唔同嘅作品，散文啊、小説啊，都可以從新詩去開始。咁所以我就揀咗做教師，都教咗20年嘅中國文學科啊。咁所以無論作者好，中文老師好，都係我嘅志向。好多人都會覺得教師工作穩定之餘，仲有幾好嘅待遇，點解又會離開呢？大概2021年左右啦，嗰時開始會諗，因為即係我同我太太都係教書啊，咁去到嗰陣時有啲樽頸位，就覺得都教咗好耐，可唔可以有啲變化咧咁樣啊？咁個 workload 又越嚟越重，越嚟越多壓力，咁個人咧亦都好抑鬱啊，咁好唔開心，咁睇下會唔會可以轉換一下環境。因為其實我身體上面都有啲需要，咁就係我有先天性嘅高血壓嘅，想做啲開心嘅事，令到自己個身體可以調適翻，咁所以不如跳開個舒適圈，試下做下其他嘅工作啦咁所以就同我太太就毅然就冇做老師，咁就過咗嚟台灣嘅，希望可以發展下自己一啲創作上邊嘅一啲事業。心理上面嘅掙扎大唔大？最大嘅掙扎係家人啦，同埋工作啦。因為我哋教咗20幾年書，咁嗰個收入都好穩定。要放棄一個咁穩定嘅工作，其實係大啊。再加上其實我都好唔捨得學生，但係
冇辦法，有陣時生命嘅進程唔係我哋控制即係我哋都想，即係老師都要成長，咁所以都毅然決定都要放棄啲即係好重要嘅事業咁當係一個等價交換，希望可以換嚟一啲我哋自己即係理想啲嘅一個生活環境，同埋可以追求嘅一個夢想。除咗夫妻2個人之外，要一齊搬屋嘅仲有2隻由 BB 養到10幾歲，猶如係親生女嘅狗狗。其實帶狗嚟比人嚟係更加艱難嘅，係啊，因為我有2隻狗，一隻嗰陣時係一隻16歲，一隻係13歲，都係老狗嚟㗎，2隻松鼠狗咁其中一隻咧仲每日都要幫佢打皮下水，因為佢有腎衰竭啦，要佢舟車勞頓搭飛機去另一個地方度生活咧，係艱巨嘅咁所以如果去得更遠嘅地方嘅話咧，對佢嚟講更艱巨。我驚佢喺飛機上面已經頂唔順，係唔住。咁所以台灣咧個零鐘可以諗一個喎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我哋揀台灣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佢係我哋家人，我哋係好錫我哋2隻狗。對於我哋嚟講，佢係我哋嘅女咯，我哋2隻女，所以點都要帶到佢哋過嚟。如果佢哋過唔到嚟嘅話，其實我哋都唔會離開香港咁所以一定要諗掂2隻狗先咁呢個都係我哋嘅責任嚟嘅。咁最後尾過到嚟，我哋都讚2隻狗好叻，咁佢哋都好開心可以過到嚟。咁而家2隻狗狗適應得好唔好？OK 嘅因為咧呢度好多寵物友善嘅環境咁其實我隻大狗就已經離開咗噶啦就喺台灣走嘅，因為佢嚟嘅時候都16歲，咁佢陪咗我哋都唔夠半年就走咗。咁但係佢都可以喺台灣好多地方度遊覽過其實呢度有好多公園，咁有好多草皮可以俾佢哋去跑。我隻大狗好中意跑嚟跑去，咁佢哋都試過喺一個好靚嘅草地度喺樹活動，喺樹走去享受呢個環境。咁我覺得都好開心。咁李 Sir 同太太又適唔適應台灣嘅生活？我同太太其實有好多嘢都適應咗不過咧有啲細節都係會難適應嘅，其實都係同生活有關。即係一嚟到嘅時候最唔適應就係呢度有地震啦因為我啱嚟嘅時候咧22年嘅9月曾經有一個即係花蓮嘅幾大嘅地震咁連台北都震咗10幾秒。第一次經歷地震嘅時候係有啲驚，原來咁嘅樣嘅原來真係會暈㗎都會驚。咦，我住緊一笪舊嘅好似唐樓嘅一個公寓喎，佢穩唔穩陣咧咁樣不過咧我就見周圍嘅台灣人咧，其實佢哋都好適應，震完之後好似冇事咁樣，繼續買嘢啦，繼續傾閒偈啦，繼續飲咖啡，繼續去講價添咁又學習去適應，所以慢慢其實而家震到慣咗嘛，都慢慢適應。當然都會驚嘅，不過自己做好準備咯。另外交通上邊都要適應嘅，因為交通上邊咧好多人都好慢。我係諗過學當地人去揸機車。台灣咧就係最出名嘅就係好多機車喺路面上邊。咁但係咧有個意外事件發生嘅就係我太太咧走去啲教訓班度學機車咧，佢就連人帶車就炒車撞咗埋去個汽水機度，佢小腿成忽肉咧就刮咗出嚟。我望住，哇，好恐怖，成個五花腩咁跌咗出嚟，即刻急 call 白車去榮總度去急救，佢縫咗幾十針。咁從此咧，我同我太太咧就有陰影，唔敢再去學機車咁變咗就慢慢適應周圍嘅交通狀況咯。即係唔好似諗住自己好似當地人咁叻。即係我覺得台灣人咧，佢係機車上邊長大嘅民族嚟㗎，佢哋係好慣於去操控呢樣嘢，我哋香港人其實點都唔係好適應。兩地嘅文化差異就成為李 Sir 嘅寫作題材。佢又點樣理解台港之間嘅文化差異呢？即係嚟到呢度嘅文化差異咧，我覺得係一定有嘅。但係我同我太太其實已經有心理準備去面對。我哋都會覺得喜出望外係多過覺得難接受。好嘅嘢多太多。即係我覺得最唔同嘅其實就係即係人情味嘅表現係好唔同。台灣人係好主動，佢哋好有禮貌，佢哋撞到一定講對唔住。
坐車嘅時候一定會讓座啊。其實呢啲咁樣嘅氛圍咧，令到我哋喺度住嘅時候會覺得好舒服。即係我哋推門入一個商場嘅時候咧，佢哋啲人咧係會幫你推埋門。如果香港嘅話就會推門，跟住咧就閃過，後邊嘅人就會好難過。我成日都遇到啲情，甚至乎咧，你推完門之後咧，你唔俾佢過嘅時候咧，佢會接你嘅。接嘅文化咧，成日都面對喺香港。咁但係呢度咧，我未聽過接過，亦都好多人都會主動去幫你。就算對動物都好好嘅呢度啲人。我小動物去睇獸醫，個獸醫咧可以花2-3個鐘頭去睇我兩隻狗嘅嗰個身體狀況。喺香港嘅話，5分鐘就叫你出嚟，唔會睇到咁耐，因為佢好多客，而且佢唔係淨係關心個動物，如果關心埋人，佢直頭係會 send email 俾我哋兩個人類，問我哋中秋過程點啊，適唔適應啊？哇！嗰種關心係一種雪中送炭，係啊，對於兩個異鄉人嚟講係好大嘅一個支持咯。啊，咁呢啲我都係喜出望外。之前啲人都會話，即係台灣最美嘅風景係人啊嘛，係人情味啊嘛。有啲人會質疑係咪啊咁樣嗰啲。當然唔係個個都係，但係我哋遇到好多。李 Sir 喺台灣有咩計劃？佢又會唔會掛住課室咧？台灣同香港嘅薪酬咧係不能夠比較，即係加上我以前係教書啦，嗰個薪酬比較穩定。啊，呢個差異嚟之前都會知道。咁我個人係好正面嘅，亦都好積極嘅。啊，咁我覺得即係我啱啱嚟台灣嘅時候，我都冇諗過其實我創作上邊係可以有會增長咗咁多經歷嘅。而家都行咗咁多唔同嘅路徑出嚟啦。呢個都係我將來嘅計劃，就係我繼續去創作，亦都會繼續去試唔同層面嘅工作。啊，我覺得唔能夠用以前嘅嗰個物質嘅生活去衡量而家我哋個生活嘅價值嘅。啊，因為我覺得而家我哋換取到更大嘅空間，更多嘅快樂，少啲壓力，多啲健康。有冇掛住課室、掛住學校教書生活？會有掛住教學嘅生活嘅，不過最掛住嘅其實係學生嗰部分，即係我教過嘅學生。因為我同學生嘅關係係好嘅，我同我太太好早已經決定唔生細路嘅，咁所以我對學生已經可能有一種仔女嘅投射，對我寵物亦都係。所以我嗰時要離開教職咧，俾我最大嘅掙扎係真係學生係好大嘅一個百分比嚟啊！咁所以我而家發夢我都有陣時會翻去香港嘅教書。2年前我有一批學生，我由中一做班主任，做到中3，跟住教佢哋中4、中5嘅文學咁樣。其實我好希望可以教埋佢哋中6，等佢哋畢業。咁但係我喺佢哋中5嗰年我就要離開啦，因為我個人生步伐唔係我自己選擇，有陣時我都要跟隨即係命運嘅安排啊。咁我離開咗之後咧，之後嗰一年咧，佢哋畢業嘅時候咧，佢哋拍咗一張班相，佢哋中間留咗個吉位，就係話李 Sir 呢個位係你啊，跟住 send 咗一張相俾我。我睇完之後即喊，我望住老婆喺處喊啊！佢問我咩事喎？佢係黐線嘅，佢話留翻呢個位俾我。咁我係好唔捨得啊！我當中亦都有份歉意啦，亦都有份我對自己教書生涯嘅一種不捨喺裏邊。咁好感激有呢班學生。咁所以其實我係都會好掛住教書嘅感覺啊！但係冇辦法，即係而家我唔可以做一個全職老師，但唔緊要，我咪做兼職老師咯。有陣時有啲書店啦，或者有啲學校啦，都會邀請我去講一啲講座，因為我作者嘅身份，咁我當過下我嘅教書人咯。近年有唔少香港人嚟台灣生活，作為當中一份子，李 Sir 點睇呢個現象？我覺得大家都係想揾一個理想嘅地方度居住，即係自古以嚟都係大家覺得呢度可以令佢安居樂業，揾到食，可以揾到快樂，咁所以都會想過嚟台灣呢度睇下有冇揾到一個理想嘅居所咧。呢度會唔會就係佢嘅桃花源咧？即係用我哋
文學裏邊嘅一個象徵去講嘅時候，我覺得係好自然嘅事嚟嘅啊！即係以前我教文學嘅時候，有一課係《詩經》裏邊嘅石鼠，佢裏邊都講過，其實自古以嚟嗰啲人都會想揾自己嘅一個理想嘅居所去居住。我覺得唔淨止台灣，其實好多地方都係扮演呢個角色。大家去過呢個地方旅行，覺得呢度我喺度好開心。我逢放長假我就想嚟呢度旅遊喎。咁變咗我如果有機會喺呢度居住嘅時候，不妨試下咁樣。其實一個好簡單嘅一個諗法，亦都好自然嘅諗法。李 Sir 仲入鄉隨俗學台語添。學台語咧，其實就係因為我以前好中意睇台灣電影嘅。我開頭就唔知台灣人係唔講國語，其實佢係講台語多。咁呢度又好好嘅，佢有啲免費課程俾我哋去學，咁我哋會聽多啲咯，咁亦都會嘗試去講咯。例如佢哋講對唔住係叫拍謝咁樣，咁變咗我哋而家見到人嘅時候咧，我哋會叫人讓路啊，喺接運嘅時候好逼嘅時候叫人落啊，咁會講拍謝咁樣。以前講不好意思，咁發覺咧原來講拍謝咧多啲老人家會有反應，會即刻讓路俾你。咁我覺得哇真係好神秘喎呢個語言，原來你識講少少台語咧，又會有唔同嘅待遇喎咁樣。事情咧佢唔叫事情嘅，佢哋叫大字咁樣。你做壞事情咧就叫拍大字，拍就係壞啦咁樣。咁我哋話俾人聽我冇做壞事咁樣，我哋冇做拍大字。咁同人講下呢啲用詞嘅時候咧，咁人哋笑下，你聲調唔啱啊咁樣，人哋應該點樣讀㗎？點樣讀㗎？人哋又吞翻正你咁樣，咁有一個溝通嘅方式咯。我覺得打開話匣子嘅時候係幾好嘅。當佢知道你唔係呢個地方嘅人，而你會講佢哋地方嘅語言，其實佢哋覺得你係一份尊重，佢好開心。所以呢個都係一種尊重嘅精神。去到人哋地方就跟從人哋嘅禮儀，跟從人哋嘅傳統。李 Sir 嘅文集入面有一篇文章令戲士印象深刻，文章叫《逃跑對狗和人來說都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入面講到人生面對住形形色色嘅圍欄，圍欄仲會隨人嘅年歲而加建，人越老就越難衝破。不過戲士相信李 Sir 同家人早已經衝破呢度圍欄。大家好，我哋係戲士。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歡迎 Like、Share 同 Subscribe。亦都歡迎大家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感受。下次見。